各地精挑細選來的馬匹。最主要的，他们都曾经参加过国际级的赛事。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212匹。所以您相信我，我们的俱乐部在全中国一定是数1数2的。我相信你的介绍非常精彩。现在我想知道，你们这边呢？麦克先生，这边请。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会所了。现在作为餐厅和咖啡厅在经营。当然了，如果您想把它做您的奢侈品展的话，这个我还得跟我们的田总再商量一下。你这个整个马场，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里。真的吗？那太好了。怎么样？很帅。麦克先生，您看，那边是我们的专业马具区域，这边就是餐厅，可以同时容纳40。还有前边就是我们的商务区。商务区，您可以在这里非常安静的和其他的精英会员一起商谈你们需要的商务。冬眠，开门啊！冬眠。别敲了，我是不会留在这儿的。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说这麦克到底怎么得罪他了，把他弄得那么伤心？看来真是得把麦克从马场赶走了。看来也只能使那招了。我不要。大姐，你想太多了，你还真不是麦克的 size。在这看着冬眠啊。麦克 size 能有多大？这就是我们室外的马球场。您看到的草坪都是由3种草籽混合种植而成的，这也就是我们唐人俱乐部最引以为豪的地方。您的房卡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您可以去休息。当然，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你这个地方非常好。对的。喂，哎，那个什么，瑶瑶，
有个特別重要的事兒需要你幫我的忙。嗨，麦克先生。你好，你是来啊，这瓶酒是我们经理特地为你準備的。謝謝。這是我們經理特地從南非帶過來的，黑人做的。啊，你領導想得非常周到。當然。麥克先生，你不打算讓我進去喝一杯嗎？進來吧。麥克先生，你穿衣服這麼有品味，我想問一下，你是在哪裡學的？St. Martin's School of Design, Fashion. Oh my God, so famous. 這有死角，我也看不清啊，這個。Nice to meet you. 哎呀，頭有點暈了，這個酒太烈了。啊，暈就應該